老了的。不然你又不睡觉，我脑袋多。哎，我背出去，我背出去路的啦，我还要去。警察来着，我那个为啥这样？开电视了，这下去了就要上开口。你这边想我是耶？哎呀，你到底就是上这个操作风，到我老早呢？真不老个多给他。有人来说你打我是了嘛？我查几条，我就被警察等着呢。还救我吧？有一个这等就给他按解释不要。告直接现在告我。哎，叫我一天到晚不要这样，这路跑，不要告我，不要告你，再告我。哎，再告我。哎，干什么呀？这几天？他没收我。哎，这个作家，喂，我等你的，我才不动手，我这个就回来了，我这个死了，哎，我一会儿了，喂，这个就还有啥？喂，都买的人呢？哎，赶紧，还是有个怎么的？我喜欢干的股票，哎，有啥？哎呦，哪问题了？哪问题呢？哦，哎，你这个生气鬼了呢？你不干了走过去。喂，你有啥的？我得靠街去了。这摸了，我真摸了。这么听见了好不？喂，还是多保证是的。多把这多高的，不要。那人有打错了喏。喂，我这摸地的，我这不打摸呢。哎，搞这，喂，这个两个东西啊。喂，就让再叫我这个就这啊。哎，家哥就这到。嘿，多。喂。多的哈，多那个，他为啥用这方向机的？我把太多，我已经太多这多哈。喂，都差多也差，我还用。你还来接你了？我干多蛮多，还有还大了呢。现在我打片还能够讲。哎，没听到。